会痛不能叫哦。会痛不能叫。哎，对。等一下是看牙医吗？那我都没挖惯系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跟他讲。我不知道。去看看，我才去看看啦。等下会痛不能叫哦。会痛不能叫。哎，对。等一下是看牙医吗？为什么会想到把猪肝汤配咸汤圆？没有吃过都会看错。做医护礼物我都有做过。架章啊！地震鱼哦，这个就很少见。为什么要叫地震鱼？鸡爆我炸一炸，鸡爆你炸细爆。大目啊！你今天就大目诶，爱看目线看。比如说呢，有什么秘诀？哦，目睭。啊，你爆炸头刚敢讲，这里就像一个深夜的小王国，是暗夜里唯一发光发热、澎湃运动的血管。我在基隆仁爱市场与卡马丁待了一整天，两个相互依存的场所，共同串联起昼夜不息的庶民活力与海街记忆。大枣哦，我们澎湖最夯的，然后是我们小时候的零食。它好软哦，会不会有人误会以为说啊就芝麻球啊？这个跟芝麻球差别就是我们用纯糯米下去做的。这个最会紧，哪开讲嘛趣味。无啊，啊若家一个咧家己厝咧食好，会拄久啊。像恁大家让你叫，让他分。无啦，过来，按来讲个。我们在挑选的时候，就先从外观，先从颜色去看，买回去炖肉啊，或者是炖豆腐啊，都很好吃这样。今天有一只最厉害的老鼠斑呐。老虎斑一般是老鼠斑啊，对错。老鼠傻分不清楚。你在市场做，应该手脚要很快吧？对啊，因为马上有时候我们要被骂死。像这边有的阿姨也是赶时间啊，跟你说我要坐公车快一点，因为他戴着安全帽。我在澎湖北城市场待了一整天，海岛的风土人情如此缤纷丰富，让这座市场充满岛民的自信海味。我们都以为菜市场就是一个在固定地方进行买卖的场所，但其实因应偏乡角落的特殊需求，台湾有些山区会有所谓的菜车，沿着山路绕来绕去，甚至会开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家门口，像是一个流动的小市场。在台中东市就有一台经营超过30年的行动菜车，老板每天一早开着小货车出门批菜，然后沿着大甲溪畔一路上山。如果会算一点的人，我就觉得说，这样不见得划得来。说好的时间就是要上来，没有人也是要上来。尽管每天的收入有时未必能平衡成本，而且这样做买卖实在太辛苦，但这位年轻老板还是接下了他爸爸的菜车。这个行动菜车不只传递货物，也传递话语，还有情感的交流。